新闻时代看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抽验贸易公司，又搁验到有中国进口的番姜仔粉有会致癌的苏丹红色素，至少卖出去3万外公斤咯。有真侪真出名的业者拢有买到。卫生福利部部长施水元伫立法院时表示讲，这有可能是系统性的食安问题，嘛一定启动大规模追踪的机制来追查流向。详细看咸姜仔粉的库存品，请在场的员工来做说明。高雄市卫生局会同食药署主动查验已经进口入来台湾的中国辣椒粉，结果发现高雄市的丁赞、加工等等的公司，咸姜仔粉的原料拢是为中国进口的，而且验出苏丹红的成分是98 ppb， 查封违规的产品拢总32739公斤。检出苏丹红成分4到8 ppb， 限量标准不得检出。针对2家公司于食品追踪追踪系统登载不实，分别裁处270万及30万元。丁在甲加工这2间公司嘛去互食药署点名，这2间公司的头家是同一个人，登记的地点嘛相像。卫生局顶一日抽检的时阵就发现讲，已经有34000公斤有问题咸姜仔粉流向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台南、甲高雄等等7个县市，现在会由流向包括北方分级、微粒、好得意食品、海底捞等等。台北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除了带队去海底捞稽查以外，嘛主动针对市面上番姜仔粉类的产品抽检24件，验感是有苏丹色素，其中真好佳辣椒粉、百胜公司的泰式辣椒粉。甲台中市超农实业公司吉辣朝天椒等等3件商品，各验出苏丹色素3号，分别是检出苏丹色素3号3到8 ppb 不符规定，已第一时间移请新北市及台中市卫生局追查上游及流向，并令贩售平台下架不合格产品。根据食药署的统计，到113年3月初3，计供落市还有封存的辣椒粉，还有相关的产品，拢总是74627.1公斤。不过，苏丹红致癌的辣椒粉风波要持续咧滚价，而且扩及几啊个县市，敢是也有查无到的。卫福部长施水元早起嘛怀疑可能是系统性的问题。母数增加那这个检出的比例不但没有下降，而且也是跟着增加。那这个就一定是系统性的问题了，所以我们就后来就100%的抽批，还发现有的话就禁止输入。如果这些被禁止进口的这个厂商呢没有提出一个好的改善措施的话，那我们也许还会再继续找。面对致癌苏丹红辣椒粉的风波，北方分级委会讲无采购食药署公告违规的辣椒粉，不过为着慎重起见，已经全面停用这间厂商咸姜仔粉的原料。因那牛头牌好得意食品嘛发布声明，委会讲因家己送验并无验出苏丹红，嘛无使用这批高雄丁赞公司进口的咸姜仔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